这是一首逐梦踏实的作品，要向 Gregory Hines 致敬。Gregory Hines， 一位影响当代踢踏舞最重要的一位大师。Gregory Hines，This is for you。非常精彩，非常有节奏感。下面大家可能都知道，哇，鬼声音是上来跳舞的呢。今日非常欢喜邀请到的是逐梦舞人来到节目当中哦。记得我来宣传，记得19年界的表演非常冇简单，谢谢来欢迎艺术总监杨宗宇先生，欢迎宗宇先生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杨宗宇，同欢喜又再个来到福喜来咧。哦耶，俺仍然我建议拜做错嘅。哦，接下来分享也别系逐梦舞人，也系东家嘅小神号，系鹏鹏先生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鹏鹏，很高兴来到这边。哇，刚下看两位先生嘅表演，两位老师太有魅力，而且风格有点不一样。当中宗宇先生讲的，其实这种爵士很 freestyle。每一个人都做得有几个特色，所以每个人表现的方法、表情、肢体，甚至是你们有点在 battle 的感觉，有个世界会安尼感觉，非常自由啊，同好看。就係踢踏舞嘅文化啦，來自於舞人嘅文化，基本上都係一種自由啊，有大3年都有某樣嘅個人風格。就是輕鬆自在咩？好，等一下我哋要此刻嚟挑戰一下哈。今日貼喺同大家分享，可以講人生有夢想，某個事情就會越來越有希望哈。也記得10周年嘅逐夢踏實，逐夢踏實吧哈，也14咩？14知道一個踢踏舞就是音樂會，一個就冇共樣嘅感覺。貼喺串聯你的10年以來嘅安尼嘅成果係冇，同大家紹介一下。也到今年嘅12月17號、18號，喺台北中影巴德大樓嘅演講廳，我會舉辦2個場次嘅逐夢踏實嘅音樂踢踏舞爵士音樂會。那捱到也10年嘅精選作品嘅集合。哇！聽說這本大家冇共用嘅，有點像是時光倒流，回顧一下也10年我們耕耘也在藝術嘅足跡啊。哇塞，鼓手呢12月17、18號下晝2點半哈，喺台北哈，請大家哈2個時間就做嚟留下來，這裡有請親戚朋友，睇完寫字翹下來欣賞。呢度呢有浪漫，有活力，有熱情，俾大家感受得到哈。今日呢唔但請宗宇先生自家來到也位，還帶領你哋嘅小生啊，也嘅當家小生。哎呀，按你講，藝術總監咩？有一個傳承的感覺，你等會講好，全部要留伏羲下。冇呢？這是你們的招牌嗎？我哋10年人應該要留掉嘅。佢有威嚴的感覺係嗎？嗰時候，要不要鵬鵬先生的舞團底度啊，是擔任怎麼樣的角色呢？我是擔任排練指導。哦，哎，睇起來咁厲害呢，排練而且字頭嘅欣賞嘞。哦，就是我們有不同年代進入我們團隊的成員。鵬鵬老師他主要就是可以讓他們的程度
舞蹈的表现出来的能力可以有够稳定，所以全部由他来管理那些舞者的。哇塞，古手机生来喺你下辈吼，青苔就做回来。对，这种。那鹏鹏老师有没有感应安内给逐梦舞人呢？怎么会有机缘跟钟如老师认识，然后加入舞团？之前是因为比赛的关系，然后才认识钟如老师这样子。踢踏舞跟比赛对。哦，鼓手他该不会是评审吧？不是，我们是竞争对手。哎呦，所以你就怎么样邀请他？跟你有没有唱给你？你的对手呢？我就向他学习老嘅许仁尚老师学习。所以我们算是同门啦。同门因为比赛张先生找老我就两啥都向下。都人来讲，要碰碰佢动力好有機會做啲認識一下，佢有機會合作，按嚟來因為徐老師嘅關係，20年前很多開始認識彼此，然後慢佢還懂事面，還啲讀書，都慢慢的等10年後，已經當兵回來，對，當兵回來決定應該要做一些瘋狂的事情。哇，你講跳踢踏舞係瘋狂嘅事情，就是因為2012年啦。2012年係世界末日年嘛？有一個係嘛？瑪雅不是說2012年當時不是有一股世界末日的一個旋風嘛？他說如果世界末日應該要弄一些瘋狂的事來回報徐老師，就是我們的老師這樣子。你就去給聽開始向他來自己做一個獨立製作，來做台灣自己獨立的踢踏舞的製作這樣。所以按你講起來，其實你的20年前認識，所以你們其實是很有緣分，然後一起算是在舞團一起經營，然後一起往下走。對。哦，唔講你還辛苦，你的負責哦，你的經營哦，幾高按你當到後上條出好係啊？差唔多。分工，他係分工，就要進來進好哈。要不然表演呢，就是以爵士樂加上踢踏，我之後要兩種嘅元素都非常嘅響嘅哈。最起碼我就哇，我彈動我就會動上去彈哈，因為就是呢同踢踏，我覺得把這兩個結合起來，他們都是很有節奏感，個音樂嘅聲響。你看，雖然按你腳按你踏哈，它還是有高低音，還是會有長短音。個自由嘅感覺，然後做啲 jam 嘅感覺，做啲對話嘅感覺，我覺得爵士跟踢踏他們的共同點其實蠻多的。對。好，要不然因為想按你來做結合，怎麼會想要這樣做音樂會呢？其實10年前，逐夢舞人創立幾年，我都一開始都用到現場嘅爵士樂團搭配嘅方式嚟做表演，因為爵士樂同踢踏舞本來都係來自於武寧嘅文化。所以講，他們其實是生活當中一體的。對，像兄弟一樣的。哦。其實是兄弟感情和睦就可以一起玩，你知道嗎？超過兄弟感情和睦就最強啊。對，強下高。跟下擺鹽高低度哈，規則應該講舞頭低度，他1到10歲是特別這樣子編排，好像記錄你們10年里程碑。鼓手要蝙蝠跟形象，是不是要設計1到10這樣？我們就其實1歲係青黑上嘅作品，然後時光倒流的方式。哦，對，所以10歲，我們從1歲是最現代的作品，然後一路帶大家時光倒流回去，到最後10歲，我們10年前的作品。哦，很特別，時光倒流的方式。哦，鼓手也擺，其實世界地圖就會希望俾大家看到，逐夢舞人也10年來，每一年呈現的舞作，佢嘅特色，韓國本大家感受到無窮樣嘅感覺。哦，按你走起來問一下10年，2位都是10年嗎？你聽說會10年啊？不是，創團的，他會在當家小生嘛？啊，超，2位10年啊，像鵬鵬老師先來講哈，10年呢，你的心裡有什麼感想？有冇感性嘅發言？覺得就是一路走來也是很辛苦了，就會鈎子哎嘛。然後鐘老師也是很辛苦，對，就是帶着就是舞團這樣子，然後一路往未知的方向前進這樣子。小眾藝術，本來就要環境就相對來講要比較辛苦一點，這是蠻正常。我們其實也習慣了。你講你的做的堅持啊，你們竟然可以堅持下去，因為跟他看你的表演，韓國在準備的時間，鵬鵬現場就講。
很好玩，懂后搞，就是这一股热情、跟好奇心、跟新鲜的感觉，张这位坚持。给阿中一个，你呢？中一个，你们按哪个心情呀？是，对啊，如果刚才很感性的说啦，就会越讲越忧郁，你知道吗？但我们其实因为真的是你刚刚讲的错，因为一股热情，然后一个责任感，才让我们可以坚持到这样子。因为这个传承一定要有人做了。传承非常重要，所以这个传承的使命感啊，然后让我们可以坚持到现在。希望将来跟Rita做的变成很重要的特别来宾，然后在台上一起表演。好，我加油！因为我要同学跳舞啦，我做同学教。人家讲了，既然文化的传承，也要我同学来做的事情。有机会等下节目当中出来挑战一下，好不好？大家跳一下，技术在东风一来了。感谢欣赏，感谢大家的听数啊！家下呢，我哋跳舞，大家有有精彩么？哦，新梦先生讲我一起到实在很好搞哦。除了老两个先生跳舞，家下有看到有个鼓手先生，係咪當厲害？是安尼節目無言地度當家嘅鼓手嚟分享桂花先生。大家好，我是陳國華，很開心來參加這個節目。哇，三位先生都挺厲害嘞！我們剛剛在跳舞的時候就覺得哇。真的，老師們那個平常做這樣，可是節奏一來，你們都換了一個人哎，真係就會按呢哈。享受的音樂當中哈，兩位係10年嘅國華老師加入築夢無人，也是有9年的時間按呢。差不多。哦，時間有點久了。你有沒有認識到什麼樣的機緣跟他們一起玩呢？哦，那時候也是我之前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皇家音樂院，然後學爵士，然後13年回國，然後就剛好有個缺。哦，對，你們記得給加入他們的舞團。對，那時候就剛好他們要做那個築夢的 project，然後那時候我的同學曾正義，那時候也在裡面彈，然後就說剛好我朋友從比利時回來。對，所以就看要不要有，反正很閒啊，都很多時間一起加入。對。但是你玩了就覺得懂後搞很好玩，是不是？對，而且對我來說，那時候也是第一次跟舞者合作，所以蠻新鮮的。因為老師讀音樂嘛，讀音樂，我們平常就是跟其他演奏家一起 jam 啊，一起做一個計劃。對。然後跟舞蹈演出，其實跟單純做音樂都冇共用吧？不一樣。最不一樣是哪裡？就是要跟舞者互動。哦。比如講呢？對，比如說像舞者的呼吸啊、速度啊，跟他們的聲音，尤其是聲音。哦。對，比如說像我們鼓手就不會真的用鼓的聲音去跟踢踏舞搭配。如果搭配的話，那聲音會太大，會蓋掉踢踏舞者的，因為其實他們也是鼓手。是。所以等於是我們是鼓手跟鼓手的合作，所以這個蠻有趣的。那老師，你會建議，比如說，或者是你平常合作要做呀演嗰個舞台嘅制作，你會用什麼樣的鼓，或者是怎麼樣的音色，去跟舞者老師們對話？像跟築夢合作比較多是用鼓刷，對，或比較輕、比較 light 的聲音，對，比較。你就不會用那個嘣嘣嘣的大鼓啊，對，偶爾會用嘎轟。
对，做一些声响这样子。对，所以就用一些 percussion， 就是打击乐器的方式，从吉他对发。对，比较亮的声音，比较优美、有气质的。啊，有气质，以为逐梦无人懂有气质。对，有气质的。哎，等会告，所以国华老师就是负责乐器。对。哦，谈起来。哎，九宇先生，你除了有动动的乐器啊，有鼓手啊，刚刚讲的还有钢琴，对，韩国有钢琴吗？有管乐、爵士管乐，还有贝斯。哦，鼓手你就要用一个乐团的口音音了，你不只是舞团，你要弄乐团嘛。4个乐器嘛，然后踢踏舞，叫我们是就是五重奏，那舞就是跳舞的舞。这命名有没有很厉害？很厉害，你真的很厉害，都会搞哎。鼓手呀，5种跟演出结合，5种元素结合在一起，变成你们现场演出呈现的方式的一个主轴，主要的一种编制，主要的编制。亚拜除了安内省现场嘛，这一次整个舞蹈音乐会就是最原汁原味的逐梦舞人的特色这样子。那我们今年有加入沙舞，英文叫 Sand Dance， 就有做一段作品。而且是用阿涛哥的作品来改编的《头白给你》。哦，哈嘎沟哦。这个是有故事，哈嘎沟内。然后我想沙舞就是会有板子上会有沙子，然后我们会在板子上做不一样的声音的变化。但是沙舞也是踢踏舞的文化之一，沙舞。嘿，就有沙一滴不用会当轰。对。那它就会影响声响，就像我们打鼓一样。有点像，类似像鼓刷的声音。对。那不会很滑吗？不一样啦，只是会弄得很脏而已。没有，这样鼓刷少就好了。有个扫把的概念。但是董后告呢，鼓手我亚班 TPA 假音有客家歌，客家音乐跟演出的地度，哇，董好去哦。天空落水。天空啊，落水。我们改编的很不一样。不过就猛引冲出抽嘞，就是完全就是用演奏，没有人演唱嘛，就是用器乐，纯器乐。哦。以后我去来可能就先冲狗还夹，比跳舞还夹了。一边冲一边跳。哎，唱跳歌手，不过要不要演奏动作？刚刚讲到对话嘛，其实演奏家、乐手跟每位舞者老师们，其实都好像在互相说话，互相聆听彼此，然后互相的了解彼此的节奏跟呼吸哦。要确定演奏时候，我们就说 call and response，就是好像有一个应和的感觉，好吗？国华老师，你用来去掌握他们，因为其实鼓手在乐团里面就是可以掌握这个节奏，带领着大家一起往哪里去。你要怎么掌握他们的脚步呢？应该是会听他们的句子。对，因为每个人喜欢做的句子跟讲的话语都不太一样，对，所以会比如说他讲比较多的东西，那也许我会用比较多的东西去回应。他讲的东西比较少一点点，那我可能就再用少的东西去回应他。对，就是都可以去做不同的互动，对，或者觉得他讲的有点太无聊了，然后我就多一点东西的，类似像刚刚这样子。所以在舞台上，它其实就是即兴啊，对吗？每一次都是不一样的，对，每次都不一样，那就不用排练啦，黑吗？也是算是对。哦，有大框架要排练，因为这个鹏鹏老师还要把整个框架都弄好，然后在台上就是大家各显身手。对。哦，懂后告，默契哈，默契。讲到默契呢，亚威呢没有一个神奇的事情哈。黑讲我唱3位哦，你要推荐一个私心觉得真的太棒的桥段，你们会推荐什么？你说逐梦踏实吗？嘿，逐梦踏实。每一个都很好，是不是？客家歌我来弹，改编客家歌。好。同 TPA 嘅天空落水嘅作品，还有头白给你。你觉得客家，你真听懂客家哦？对啊，我们还有讲相声哦。哎呀，你这样每一个都要推荐，来跟我推荐一个哦。我给。本台家第一个每一个团落去动精彩，你鹏鹏先生有没有推荐嘛？给？我觉得每一首都很好看。要懂演呢。不过我觉得我自己私心比较喜欢其中一首双人舞，它是踢踏舞跟现代舞的一个融合，这样合作这样子。对，然后我是担任踢踏舞的部分，然后另外一个舞者是现代舞者，然后我们就会一起做一个双人舞的一个结合。我很
好奇耶，因为现代舞你就知道，可能身体有各种延伸的可能性。你够踢踏也冲点很黑，又有声响，所以他的脚一定要接触地板。那现代舞者需要吗？他需要穿踢踏舞鞋吗？他就是穿一般跳舞的软鞋。哦，对，也是一柔一刚的结合，非常特别。哦，因为懂讲呢，好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掌握住这细节。给贵发新商呢，你要推荐吗？你要推荐谁？我一定推荐那个踢克。踢克黑吗？等一下，我们这次不会演踢克，抱歉。踢克，但是我还是强烈推荐踢克。明年可能会有，踢克也是个很特别的作品呢。对 ，original。对，也就是懂得的作品啊。做风格尽量努力做各式各样不同的风格。嘿吼，我说爱看你的表演，就是每一场表演都要去，就可以看到每一场原汁原味的呈现。安尼黑嘛，安尼做对不？走，分享啊。好，我说民艺团就懂精彩咩，所以大家一定爱好好来把握机会哈。12月17、18来看。那这一次其实国华老师是乐手嘛，还有其他的乐术同舞者呢。好，刚刚就讲到刚有管，然后管乐这次是许元耀，一个新生代的爵士管乐手，元耀。那我们的音乐总监唐宁，他是负责 keyboard 的部分，然后还有我们的电贝斯是 Bobo 林博文，然后还有爵士鼓，还有一位也是我们的创团的始祖的乐手是冠良，一个美女，一个小姑娘，年轻的妈妈，是你们创团的鼓手。然后他家有国华，所以我们2位厉害的鼓手，双鼓手，部队当中上下半场的都会是打爵士鼓吗？都爵士鼓，对。我这边可能也会打一些其他的打击乐器，可能。哇，本太卡懂吉他，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有胸片啊，大家在舞台上呈现的感觉，鼓手也还又有影哦，又有木头，本太卡用书，然后真的舞风很多元，然后要换衣服，整个服装的搭配。全部寄给他晒给哦，都是你们要自己设计吗？对，必须要。用花很多钱抢拍你。好，睇下加油，有上班的朋友，艺术爱好的朋友，其实欢迎大家一起加入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哦，也喺美还有开考场呀，都做得传承，有搞考。就是我们有一个逐梦学园的资讯的一个平台。大家做在去前面到爱丁奈、爱老曼尼学习，台北都请碰碰老师。哦，故说安尼嘅平台係希望分享問大家向下來向書來學踢踏哦。等下呢，請大家了解下技術，多種嘅呼吸來，下那度來認識逐夢舞藝，記得實際嘅音樂會、舞蹈會哦。收入朋友轉到福氣來咧，我係瑞唐玉天。今日嘅節目當中嘅來賓係逐夢舞藝，你就當有夢想嘅踢踏舞團，佢到10歲咧，所以啊有一隻製作按到逐夢踏實，哇！逐夢踏10歲生日，祝福佢哋長長久久哦。今日3位來賓喺節目當中再一次來分享佢哋 ，Hello， 欣賞好，欣賞好。老師剛剛前面聊了那麼多，3位都很有緣哦，都是10年、10年、9年，按那個緣分了哈，跟下來考一個默契大考驗後咧，功夫台當後你們要表演，不管你是用踢踏，不管你是用樂器，不管你是用怎麼樣方式，你都要互相聆聽啊，互相了解啊，不了解就沒有辦法有好的那個，對不對？某默契啊，你做唔得，鼓手來考試一下好。這個題目都是你們各自應該要了解的。來先請問兩位先生，請問宗儒老師是一個踢踏舞的永遠的這個傳承者，我覺得哈，之外喜歡踢踏舞之外，他也喜歡什麼？他也喜歡什麼？我知道，泡茶。我也是這麼想。真的嗎？真嘅呢？泡茶。對，爬山跟泡茶。不然就是滑雪。哇塞，叮咚，希望啊，可以哈。哦，老人家，爬山嚟講，嚟俾氣氛泡茶，嚟俾氣氛嘅時，我是說，你真的是所有嘅力量已經放在踢踏上，所以他其他活，其實泡茶蠻修身養性。其實爬山你沒辦法，不是在比速度，你是比耐力，你是緩緩的一邊行送。
所以你把所有的动力都放在踢他，其他生活步调就比较缓慢一点，嘿吗？平衡嘛，平衡。真引出来的呀。他平常是不讲话吗？他平常不会啊，话蛮多的，很爱拿着麦克风讲话。真引哦，哎吼，可见默契还不错，已经有过了1/3了。接下来，请问也系有关鹏鹏先生的问题哦。接触很多种舞蹈的鹏鹏老师，他最喜欢哪种舞？鹏鹏老师，你会跳很多不同的舞哦。你可不可以说出来？比如说你就舞蹈班毕业的，所以其实大部分的舞都会跳。民族现代、武功，然后国术。哇塞！然后芭蕾、现代舞的。哇，真的全能，强哦！真听懂厉害呢。想要去学拉丁舞，讲而已。那你们觉得他最喜欢什么？最好嘛给舞，最爱什么舞？当然是踢踏舞喽。真给吗？对啊，他敢写别的就完了。不敢乱写别的。真给吗？来，哎，真给，这是肺腑之言，对不对，鹏鹏老师？所以这样坚持10年呢，他别的舞也没有坚持这么久啊，对不对？他一直都有，有了，我一直都有了。这个还是大宗。含黑坚持的踢他哈，其他的舞头含黑继续，下一次就要拉丁了，是不是？很厉害哦，所以鹏鹏老师就是科班出身的，一直以来都是习武之人，习武之人，懂厉害，懂厉害。好，哎，默契很好，2/3已经过关，存到亲迷1/3。哎，两位都是10年的好朋友啊，你是9年差1年，你会勾管吗？请问这个好难哦。国华老师都用哪种牌子的发胶？发胶，给大家看一下，他都用什么牌子的发胶？国华老师他不用发胶啊。啊？他不需要发胶。你不知道我用什么牌子的？我怎么知道你用什么牌子？你没说过啊。哦。你那个头还需要发胶？哎，你那个头不需要发胶。睡起来就长这样子。真给呢？结果呢？答案吗？我不知道哎。我不知道啊，你没说过啊。公布答案喽。好啊。不用发胶，你看吗？真的不用发胶，真的对啊，不会被影响。你要别头脑，你头发是天生的，就长这样，家族遗传。所以黑洞，你如果没有把它旁边剃出来，你就会变成一个麦克风头。叫 Afro。哇，哎，真给好酷哦，很有个人特色。哎，重赏鼓励，全部勾管，你们真的默契很好哎，董詹哎。好，安内好，3好来唱歌呀。其实3位这样子合作真的是老战友啊。他走 he 了哈，有什么觉得很难忘，或者是觉得对方很搞笑，或者觉得真的是珍藏一辈子的故事，有吗？板子可以放下来，谢谢。我们都知道你们的最爱了，都知道你的秘密了。我们有一场演出，正式演出，观众已经进来了，也是演出第二场了。我们下一个曲子演完了嘛，灯暗的。下一个曲子是要起的是3拍的音乐，然后郭老师就 1 2 3 4，然后现在就所有乐手就要喊3 1 2 3 4 and 1 2 3，哎，有搞笑哦，真给呢，对，现场哦，所以很搞笑，所以郭华他马上也结束了，就说好了，我以为要我请客这样子，有趣。哎，真给不腿当后，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。谁会来救，或者是你自己当时怎么应变？其实我是发现，我是喊4拍，一样打3拍。当然是谁喊刹车？明艳，忘记了。对，那时候可能就是忽然少一根筋。你不是舞台上马上其他的伙伴就会补上去，灵魂没有回来，就还是可以顺利的演下去，知道吗？就只能再一次啊。对，再演一次这样。NG 大 NG。对，那一次真的是刺激哦。哎，你就敌啊，一般就敌。其实演出就会发生各式各种的现场的，对，现场这是临场嘛哈。给鹏鹏老师，你有没有觉得印象很难忘、很深刻的？是在逐梦无人哦。可能就是演出的时候，因为很嗨，所以乐手老师都有时候起得很快。然后我们就是要跟上老师的速度这样子，我们就会很紧张，有时候脚会就不听使唤这样。然后有时就是他跳完下来就抽筋这样。真的？哇塞！哎，我有发觉吼，加哈头前来同先生跳下来跳舞的时间，你们是特别有把速度放慢，因为爱来跳下好心嘛。但是其实你们平常演出的速度，可能是爱加哈跳的
2倍哦 ，maybe 更快一点哦。应该说看音乐，看风格了。对，有时候的确现场因为现场鼓手、乐手老师当天的心情状态，对，都会影响速度，会可能跟排练，我们尽量会控制在不会差太多。有时候很难免就会碰到，怎么后面怎么速度是这样子？但是已经表演了，我们就只好硬去跳了。哇塞，很难免也是会碰到的。可是如果真的速度超级快怎么办？勇敢赛。想办法啦，舞者就要自己要自己适应，比较不会有这种状况，不会有这种状况，不会差太多，但就是稍微快一点点，或是稍微慢一点点。哦，也有可能会少了一个小节，然后我们就要赶快反应。有时候他们真的会已经编好的舞，可是他演奏的时候少了一个小节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就过去就忘记了，赶快接下去的，只能从他那个旋律赶快接下去跳，对，也是有碰到。鼓手其实跳舞跳舞的人耳朵同时也很好，因为我们说乐手耳朵会躺赢哦，耳朵要很好。其实你们在跳舞的时候也是对，要适应这些老师，就一直要听音乐。我会让你懂好教给规划欣赏这个有没有难忘的现象？因为你说。做乐团跟舞团配合，完全是很不同的。是，我觉得像，尤其是舞蹈，踢踏舞又是体力活，所以一整天都已经好像就已经跳了好几场了，然后就满身大汗，然后我们乐手在后面就很凉，哦，好冷哦，这样子，对，这是最大的不同了。然后像有时候像面对舞台，舞者。他只要面对舞台，就是要微笑，对，那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当舞者不面对舞台的时候，一转过来就，转过去，对，这个是蛮有趣的。你要让人家有休息的时候啊，因为舞者的专业，你看鹏鹏老师的脸，鹏鹏老师，其实安内笑容动后，然后休息的时候，钟如老师。就可以适时的放松一下。这个真的是表演台上跟台下看到某项的风景哈。要拜呢森演这个制作呢，真的是非常期待，非常祝福。在这一同台港的朋友，来，噔，像台港森音乐17同18号下午6点半，在我们的中影巴德大楼的演讲厅，这个是逐梦舞人14，他们从1岁到10岁。有不一样的作品串联在一起，带大家坐着时光机回去回味哦。韩国亚拜94有没有每一位乐手都非常非常的厉害，很精彩。有唱台港，再一次感谢三位先生，谢谢，感谢先生。什么所有朋友共下來支持哦，分享文大家，咩感謝大家嘅收看，有請大家電下技術台嘅先生來做源頭，按姿勢張來了。喜歡福喜來嚟節目嘅朋友，記得來你傾站聽客家電視台嘅片頭，韓國愛分享出去哦，希望大家。